错风若是卖的眼睛，伊建议留去条街。天天加油不去铁架，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上帝的几行差做暖万年，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敢拥有了爱情。红灯前停下了脚步，停下变你落落。用下短短枪弹作戏，咱哋大家一样心情，路人甲伊行高向的路，伊拳势学生狠狠听念书，摕战败下看无阳光的伊，爱依旧的天台。嘿，我爱一杯银色你，我走上婚姻，让我思念色了满心，穿很复杂的你，不用爱心事，告诉娘母子，用最自然的方式。阿天，是学长。阿兰姐是吃炸药了，是不是？今天我不晓得还是我们刚刚说错话得罪他了。我们哪里惹她生气了？阿不叔，你刚刚讲到那个日本旅游的时候哦，他就生气了啦。日本旅游，还是她讨厌日本这个国家？他为什么要讨厌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就跟我们没什么恩怨了啊。本？还是他跟日本人有感情上的纠纷？奇怪，我们在餐厅讲话，你怎么知道？哎，你不要转移话题哦。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还不愿意负责，不管是谁看到哦，都会生气啊。谁？我？你把人家肚子搞大？对啊，哇，你赶快把结婚办一办啊，去找阿元素有没有？问聘金多少，要吃多少礼品，那个喜帖要发给什么人，要在哪里办那个喜宴啊？等等，学长，可是男宾相的问题，这个如果你没适当人选，我自我推荐。想当年啊，我帮新郎打通关，从头到尾脸不红气不喘，每个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你。学长，还有礼金，礼金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也可以帮你处理，算小事。像两夫妻有没有一个红包，第5道菜我就会叫他走了。像一个红包一堆小孩的那一种，第3道菜我会叫他走。重点来了哦，包1000块以下的在门口领便当，我就会叫他们走了。这种处理方法，帮你赚翻。可是学长，你听我说，我跟方瑜真的没有做什么，她怎么可能会怀孕呢？这种时候了，你还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你真的没做什么吗？你发誓？你发誓？你说啊！说啊！你发誓啊！就亲嘴而已亲嘴，他还说没有啊！亲个嘴也会怀孕哦？哦，拜托，你没有知识也要有点常识啊！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让女生才能怀孕吗？我没知识，你有常识，你说，你说来听听看。啊，就怀孕吼，要有一男一女，啊，就一男一女在床上。床上、车上不行。啊，好，也可能在床上，也可能在车上，也有可能在家里，甚至还有可能哦，在荒郊野外。但是这个有点不卫生啊。然后他们就接触了。接触就会怀孕，太恐怖了吧？哎呦，不是啊，我是说的那种接触哦，是，就一个女生，一个男生。阿布叔，你都几岁了啊？还假装是处男？有没有看过 A 片啊？看你这个样子哈，一定有，还不少。说啊，喜欢看哪一种的啊？制服妹哈？变态！反正啊，方宇怀孕了，你要负责的啦。可是这不可能啊！你还逃避，你自己看着办呢。我要走了啦，那你可以不用害羞了啦。
那个事情要赶快搞定啊！我跟方宇是清白的，奇怪，怎么又传出这样的谣言呢？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特产就是谣言吗？而且无中生有，传得特别快，又特别的火。说我就算了，可是方玉是个女孩子哎，这种话传出去能听吗？不行，我一定要找出是谁在那边乱传谣言的。学长，可以先解散吗？不尽力解散。谢谢学长。真的没看过 A 片。钱明明拉啊！球咪，迄特开长阳梦哦。你有啥呢？点宽点哈。哦，头壳抢到的啊！好，不懒死哦。好。水啊，你冇来今日有乜嘅事情冇？冇啊。哦，你东江跳假又會乜嚟咧？安心啦，英英真啊。你做啊，你做。很悠悠的愛開晚費。哦，等下，客廳做得寬水堂。同伊錄演啊，他們冇晒。我再個人客廳下，真件做得寬水堂。當蟲咧？係啊，係真重啊，唔過我真重哦，係鳥。我講要款款，唔係嘅問題啦。係買慣啊，佢悠悠的。等下，我問過，係唔係杜氏他？還是賭？係講愛台橋吼，我係跳做些卡多啦，唔過嘛冇講下嘛。等下，我問客廳，我杜氏他，我是要升救世主哦，乜嘅意思啊？我有冇跟機朋友啊？是要升耶穌哦，買落啦。哦喲，我唔係人講笑的啦，係有人老我講杜氏他。係愛台橋哦，係你咋同人講呀？做方怡之人來講的啊。方宇啊，姐，佢頭嘅冇怕講啊，係咪聽唔錯啊？我冇睇唔錯啦。哦，我去寬水堂，唔去米天來。我冇有心啊，我是講我有心啊，真經真幾開呢，聽你咋講呀？方宇，对不起，这些话我也是从人家那边听说的。你怎么会听信这种谣言？你自己做了什么会不知道吗？还是你怀疑我背着你做了什么？没有，你听我说，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你还想说什么？你根本就不相信我嘛！方宇，我没有不相信你。我们分手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整天猜来猜去。方宇，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你要我怎么冷静嘛？你今天会这样问，明明就是在怀疑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是什么意思？无话可说了哈，我不想再看到你了啦！方宇，你不要走，你放手！我不放，你放手！我不放，你放手！我不放。你放手！方宇，怎么啦？没有，我们只是在演练。演练什么？就是最近上层会派人下来督导我们这些警务人员执勤的时候和民众的互动，所以我请方瑜来跟我做一些情境上的模拟。可是我看你们好像真的在吵架哎。哦，
哦，那就太逼真了。今天真是太成功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哎，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晚安。晚安。已經啊，冇人係咩有神呢？啊，你用啥？金行都掠咯。就冇啊！哇，冇就好嘞。下擺哦，防護措施要記得做哦。我講話㗎。避孕啊，你都要聽錯記得哦，冇多用時哦，防止結婚嘞。我老記避馬個孕啊！哎呦，不避孕還做唔得啦。你亂講乜㗎？我老記就冇做乜㗎。哈，你都喊忙。冇啦，乜個就冇啦。佢用的門有什麼啊？佢同蘇慧講的，伊唱阿蘭伊咩彈歌，用我啊用傳啊？我用會點呢？啊，蘇慧講嘅哦。嗯。啊，迄天來送辦問蘇慧懷孕的事情，本去有飛的啊。無老師會講清楚，唔係老騙阮的。那種事情，阿蘭用會講清楚啦。佢行係冇本人再講啊，事情鬧大，對水妹唔好。來滴啦。鳳儀，你今日有冇去上班？我有單位無爽快啦，來衛生所看一下，等下一下就要去上班嘞。哦，你啊身體要注意哦，遐人無爽快啊，一天都請假撩一下，唔好用行上行下，迄爽到全中用夾殺咯。阿蘭姨，你有飛的啦。愛啲啦，今日身體真重要。迄有嘛唔啲？來問啊！這裡唔係你想的按樣啊，愛冇。啲，今日沙飛按開放咩？唔排斥講啦。那後天嘅事情，我傳出啲，我相信啊，你兩實一定做得錯下來，好好講，好好結結的啦。我就冇態度事啊。你講嘛，我傳出去，給你哋心情啊，要保持定氣，哈。我唔知要講乜㗎才好誒。阿蘭姨，唔好再老騙人亂傳就錯嘅啦。好啦好啦，唔得後生人嘅事情啊，唔好再個多講啦。唔過你去搞生意哦哈，我先做你無限啦哈。哦。人家過長係啊，唔好再個做了哈。哦。淑慧，我告訴你，你不要再亂傳我懷孕的事了。方宇，是不是阿天不願意負責？那就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啊！借由輿論的力量、司法的壓迫，逼阿天出來負責。等到小孩子生下來，沒有爸爸，很可憐哦。我沒有要生小孩呀。你千萬不要想不開哦！你要知道，這個小 baby 是無辜的，你千萬不可以扼殺他活下來的權利。我沒有懷孕。那你幹嘛問我懷孕的事啊？我說過啦，那是我同事，不是我。你那個國中生同事啊？反正不是我啦。不是你，那還有誰？不能說。啊？你不說，我就當作是你嘍。好啦，怕你了，你不能說出去哦。我不會說出去。不行，你要發誓。好，我發誓，如果我說出去的話，我就買不到我最喜歡的眼影，還有睫毛掉光光。哦，不行啦，這個太殘忍了啦。那我不說了。睫毛，哎呀。好啦，
睫毛掉光光。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了吧？是瑞英。我就知道是我认识的人啦。瑞英。什么？你说阿天把瑞英的肚子弄大了？你听谁说的？方瑜亲口说的啊！哎呦，阿天哦，本来就是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他过去的不良记录可多的哎，你想想看哦，他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还不是天天围着我绕？怎么可能？我本来也不相信啊，但现在哦，事实就摆在眼前，一定是阿天去洗头的时候，看到只有瑞英一个人。他就滥用职权，把瑞英带到荒郊野外，让瑞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软硬兼施的逼瑞英乖乖就范，再用他那虚情假意、花言巧语封住瑞英的嘴。那为什么会在荒郊野外？电视都这样演呢。阿梅，真的是阿天跟瑞英姐吗？方瑜被劈腿了。好，关你们什么事啊？你们不要凑热闹啦。这很严重哎，当然要关心啊。嘿呀嘿呀，当然要关心。谁来哦？太可恶了，不负责任的高帽子啊！平常还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没想到是披着羊皮的狼。操！说得好，姐妹们。来，我们来组一个负心汉讨伐会，号召大家的加入，一起来声讨这个负心汉，让他们知道我们女人不是弱者。好，我要参加。可是这团名好像有点弱哎，那你想一个强的。负心汉去死团！负心汉去死团！好，这个好。要啥？你别给哈，这些事情不关你们小孩的事。我又不是小孩子。阿兰姨，他们不小了哎。我妈生我的时候吼，也没有比他们大多少啦。哦，我读护专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哦，就突然休学了。等到他复学回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去生小孩哎。现在读书可以生小孩哦？拜托，现在高中生哦都有产假可以请哎。你有啥？东北有乱来无啊？冇。我讲哦，妈妈讲吼，做得交男朋友哦，你用啥讲法、钱数做得咩，做唔得钱数哦。阿妹，太古老的啦。阿兰姨，你要保护他们哦，不是用这种方法啦。你怎么听得懂客家话？想也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啊！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吼，要保护他们，就应该要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嘿啊，我会保护好我自己。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不会被骗。除了不会被骗之外，吼，女生啊还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啊？如果要跟男生发生关系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不要傻傻的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做哦。你们看，瑞英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淑慧，干嘛？时间很晚了，你不是要下班了吗？我早就下班啦。你们刚刚讲到哪里啊？活生生、血淋淋。走了啦。来了。这些事情以后再跟他们说啦。阿兰姨，不可以这样啊！这事情很重要哎。你这样一直避着不去讲哦，不是个办法。可是他们两个还小嘛，你没有听过“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要是现在不讲哦，以后在事情发生来不及啦。所以哈，现在要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就要让他们知道。哎，生女儿就是这样啦。哎，小的时候还好，现在长大，连晚一点回家我都提心吊胆哎。哎，难怪人家会说，生儿子长大了怕去祸害别人。生女儿要是长大了，怕被别人祸害啦。所以现在生育率下降了。哎呀，不管怎么样哦，那女生啊最后都是吃亏的。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
对了，瑞英的事情，香妹知不知道？他应该还不知道哦。以香妹姨的个性啊，她要是知道了哈，我们这个村子哦，整条街都会被她翻起来哎。可是不行，还是要让香妹知道，请她早点去处理，要不然啊，等到瑞英他妈知道就不得了了啦！哎，好了，早点回去了。哦。阿兰姨，迄条石头哦。我到深夜求米啦。哦，等一下哦，等一下。求米，阿兰姨请客。哦。阿兰妞呀，我请有事情啦。哦，你来讲啊。没啦，停下离啦。来我落叶做嘛？你两啥讲好了？大家堂下讲说啦，要人亲哦。我懂人亲啊，做唔得牺牲哦。我哪是牺牲过啊？你双白去市场买出来，唔免让伊炒到人姜人的。哦，呀，身体改呀啦。结讲啦。虽然啊，是营养呀，态度是娘呀，态度是。我天摆地哦，唔懂要讲笑呢。哎呦，我冇讲笑啦，我讲正经的啦，也所以态度是啦。啊，甜，拢要地。方宇老师会讲的啦。这样就不用整天猜东猜西了。方宇，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你要我怎么冷静嘛？你今天会这么问，明明就是在怀疑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是什么意思？我话可说了哈，不想再看到你了啦。方宇，你不要走。你放手！我不放。你放手！我不放。喂，你做乜嘅啊？亲嘛甜吗？人亲在位啦。我懂人亲啊，无我就夹菜刀的咧。哎呦，我人亲，我没亲出来，你都得用给这个呀，亲出对了。我有国法，家有家规，唔得莫插，等来即家来。懂我呀，我有新泡泡的啦。总体官呢？阿兰姨请调家娘，到底嘛个事情啊？看佢紧张咗阿娘。那想哦，跟英英有关系啊？妈妈知道和英英的事情。对哦，出去。调家娘，你好啊，冇走的哦。冇，我是嫌唔出去行行停停。我去哪啊？凊彩老老就做的。要到别做安泰天天也哈做老太太啊。去唔隔壁啊？我冇钱。 3、2，安是谁？小咪，嘿娘子啊，我喊上门啊，我真好啊。唔老阿甜娘呀，我甲阿天娘子啊。唔老实讲，我唔会问。 我甲阿天真经无娘子啊，太不会问啊！老实讲，我问啊，唔都是个生意喏，还没阿甜嘅。
我是认真的，有就有，冇就冇。啊冇，我安样的，老娘没交代啊！唔一3年了，2、3年转，我等佢娘没啊！小姨，给我啊，请给我啊，我有事。唔发誓？发誓啊！老阿甜呢？我到天真叫某某改啊，我同意弄到俩，还冇改唔滴诶。啊，兰用的唐人讲，唔啦甜油的啊。阿兰阿姊，听你啥讲的啊？冤枉哦！救命！冤枉！冤枉啦！来，阿朋友，咖啡来咧。阿姊姐，嘿嘿，头家用啊，唔一样的呢，很爱来啉咖啡，很不爱钱哦。啊，真的啊，按好，恁咖啡是以前的有啦。点么送咖机票？不过头家娘看伊个当欠呢，当定强哦，唔对迄老水银讲嘛个。哦，你真言低耶啊！真言字是把我们的佛位哦。嘛个佛啊？就干柴烈火咩？但是你下个沙皮风气要一块放的啦。只有个好好的处理也好，就算个信用态度是去行贴的，大家也冇做一乖啦。阿飞哟，阿兰姨，你啊头壳用的嘛？伊唔是做卖案件啊？还没个味道阿水银呢，没太都市啊。水银讲伊无态度是啊。两个是买有没有生意？我有啥冇讲诶，实听下你啦，肯上妹啦，肯别冇人付出啦。啊唔敢啦。我今日就去哦，我唔敢哦，我今日收个粉还没有。哦，感谢天公伯哦，感谢天公伯，有啥冇事就好啦。阿兰姨，现在咪讲俺求咪讲俺有事。跟俺说唐人讲态度是啊，我是实老上妹讲，看见用办处理嘛。你啥讲的啦？淑慧啊，你咩唐人讲诶？那啲咧，听说有人提个乱传花哦。差唔多。这传花人听说有个特别的目的，怎错？乜解唔知？我讲目的还是唔知啦。不过我唯一做的确定的就是佢对水银有特别的企图。操！俺也是讲得有道理。请淑慧问清楚。淑慧，你出来！大家都在，怎么了吗？你为什么说我怀孕？对啊，为什么？怎么都来问我啊？是你跟我说瑞英大肚子啊？我是听方瑜说的啊。啊，方瑜？方瑜不是一个会乱说话的女生呢。哎呀！那方瑜是听谁说的啊？我不知道哎，那是不是要找方瑜问？阿言啊，方瑜娘的安样讲啊？嘿唔嘿？老记乱讲嘛该啊？杨子乱言风啦！我弟我上下要乱讲话，但呢也系人家的名节呢，我哪敢去破坏佢啊？我是做唔来哟。那地度听操有污飞啊！啊！现在是怎样啊？按东引题呀，用的嘿。方宇阿姐，
敢袂讲咱有事？错啊，所以明明做无杜氏胎。黄姨啊，到底迄样的啊？哎呦，莫个啊，算哪样啊，讲清楚啊！所以建议唔要过来压钱啊，俺妹妹财啊，哇，很灵异。就迄唔爱俺老唔听买鸡啊，生好了俺就带到戏院打本呢，记得冇？哦，小乐彩啊，错。安娘，你也好。所以迄叫是爱。啊，原来安用哦。等一下，唔对讲个哦，讲清楚。唔讲哪个汤某啊？样的啊？就建议虽然请俺老几天买验孕棒啊，姑送俺就老多几。哦，不错，你的怀疑合理的哦。就是虽然去买个验孕棒，不过唔要杜氏胎。哎呦，黄姨真紧的啊！哎呦，个买验孕棒，个无退表，个目个有神啊，就像个杜金培的，无退表当有钱样的，点嘛？按用讲俺就对的啦。嘿呐，哎呦，虽然呐，俺也说咱讲哈。做妆片啊，喊你讲解一下，还都还要注意哦，点哦？唔免爱头弄的啦。啊？免？免用啊？迄爱求米，还唔爱米的啦。求米？规模很，所以爱去买头发了。没事啦，太假做到的。所以啊，哈。阿小姐，用，是用啊，有冇？管体，拢个啊拢冇。有冇？跟求妹迄咩都是梦啊。哎呦，虽然啊，我又冇条条念念的做工嘛。爱求米讲，咪甲阿 Q 讲啊，莫阿 Q 吼没有上大的希望。莫讲啦！哎呦，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哦。好歹水别还忙滴哦。下班俺迄爱人来讲清楚才好啦。我强要传出去嘛。哦，你就条条的讲做好的啊。迄个敢讲哦，男迄黑夜困哦，我亲自家开面试好啊，就默默家事情啊啦。讲来讲去吼，愈会迄好的啦。讲俺妈个事啊！你骗的。妈呀，你了解什么风言哈？妈结婚就肚子胎，那爸会坏中人呢，是冇？传出去阿爸老师，有冇讲法？有冇唱名？爸爸左右。文彪哥，文彪哥。哟，劈腿太哥，你根本你有喊了啊！我来撩一下，是茶冇啊？有没有爱拍戏呢？哎呀，劈腿太哥，大咱嘢嘅基本人啊，唔就係阿哥，挨就係弟弟，唔講埋開，挨就做得啊！來，好啦，莫講笑你啦，文彪哥，你係希望你嘅煮茶嘅錢，唔看下你有笑冇？希望。哦，一定不愛掉哦，Peter 哥，用得講笑哈！哎呀，你啊，副卡嘅這時候眼前眼背酸，哎，同阿多吼，冇了買咗扣挨嘅錢啊！哎，放心啦哈，一錢吼，搶微笑唔會倒啦！呀，來看他有笑嗎？啊！呀！數點？冇。有乜嘢？有乜嘢？哎呦 ，Peter， 一來一年到誒。冇啦，我就兩個人好，就現在兩隻眼睛啊。有冇用講啊？咁乜嘢？
你迄两个吼嘅美容嘅钱，唔可以哈。什么人啊？唔係，兩個吼，大家都辛苦咧，啊，這樣還要麻煩大家咯。應該啦。呀，現在去了。錯啊，呢個本嘅錢呢種太多誒。切假起來啊！唔會吧 ？Jessica，哪可能所以唔錯啊？這件唔錯呢，幾下子冇人黑啊。那樣麼？這件冇錯啊？今日聽早晨有人黑啊。唔要3人過來，講用啊！講啦，阿妹唔講啦，輕講啦，唔去講啦，輕講啦。冇錯，阿英，唔先講，你冇人老愛講啊？哎呀，攏愛會議啦，規件吼，人卡到全無使歇困，愛喊得早日收工。我冇問啊，阿英過來。不用了，按到年下113年做得。我有請英英到上空啦。哦，姑說請鳳兒老吳去買驗孕棒。係啊。哦，213年哦，一來一買了。姑嫂啊，你看生理章見來見去嗎？係啊。阿你妹，海爸，咱做无下好表了的么？哦，叫做莫了的哦。哈，他们无使无表噶。你聽錯哦，迄年後出到我哋父母好啊，順利當見來見去嗎？哎呀，假心水啦！哦，假心水。錯，假公切，了解掌握，認真打拼，服務更好。哦，假公切呢？好，我一下就假。哎呦，假啲多多啊！我講要聽中醫嘅，注意清下。阿漢，一講邊北公林海。時間過我行個好，半夜呢，我難定呢，我做嚟講啊。這件都歹勢，不然添咁多麻煩。警察做研究的人可能幾多的，而且個唔錯，又做得幾個的人，也嘛真係真少的。二哩吼對根本都重新開始的，相關都有嘛事情的嘛，同北公講啊，要過去演習牌喲。哦。北公，像啤酒愛，較極地位前度條路，若要較上行地位，唔好過行岔路的。阿富哥，真件當感謝。假使免，俺今日喊隊做你票子，故說出來第一件事情，就要了屯公安之事。唔係啦。咱過來打算做乜咯？那漢牌有乜打算咯？打電話問下頭擺朋友啦。頭擺朋友哦，
咁好。免唔讲嘅就杜聪嘅朋友啦，一个朋友做传堂嘅，伊讲假使有事做嘅话，我怎同佢讲？我很规划，我很规划啊，规划啊。但是啊，有喏，做大家可能对外含有各种做坏事嘅影响啦。故说接到我电话，一向没一番样样嘅，就凊彩应付我了解的。人出来落啊，几多事情来面对，怎么？用迄深度投入金钱，来啊，就有去摆钱，做得奖啊，唔怕啦。安尼唔好啦，唔好，已经增添蛮多麻烦的。唔会啦，唔会啦。咱搁落去现奈咯，俺有奈好去啊。还忙上过呢，忙上过。来啦来啦，来俺宿舍占一下伊啊。啊，北风落雨又唔是强。啊，有天咯，好深条路，好啦，来，买牙耶。好啦，要说先来，说先来。哪一啊？等下唔睇嚟讲，唔一萬冇去做買嘛，唔都了一下。挨迄來攞杯裝條嘢流流，咁問些條好做冇，做對啦。阿富哥，哈，哪一哦？冇事情，哪一？好冇？現在咧，好啦。怪咧，我睇到嘅怪怪嘅咪絲呢？誒，阿富哥，佢係乜啥？伊迄我媽媽、爸爸、阿姨嘅孫。阿姑嫂係阿表老太啦。哎呦，阿表老太喊得來了，用望老眼好好小記一下。哦，伊喊到阿漢啦。係。啊，伊嗰邊經銷，啊冇熟悉嘅人又冇法講。係死啦，我買落選落。哦，好。係攞哦。好，慢行啊！好。啊，怪唔得啦，佢係阿富哥嘅親戚啊，姑嫂嗬嘅咪絲係強快，強快。谢谢学长请我喝咖啡。你投钱的呢？谢谢学长跟我分享喝咖啡的时间。帮我拿份报纸吧，阿天，谢谢。我今天早上看你在所里已经看了2份，你现在还要看？帮我拿份报纸，谢谢。是的，学长。看报吗？淑慧小姐，你耳朵真灵。谢谢夸奖啊。学长，报纸。好，你要看什么？我之前我抓到一个小偷，他今天刚出狱，就来看我。我想说，看能不能帮他找一些工作。原来学长也有这么温情的一面。人啊，难免都会犯错。但是他犯了错，接受了处罚，还要再回到社会上。如果社会上不能给他一些帮助的话，他又要走回头路了。说的有道理。我后山那边还没巡，你可以帮我去巡一下吗？没问题，学长，交给我，我会帮你顺便留意一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给那位小偷先生。那位先生，麻烦你。好。阿富生，哎，阿蘭，要坐。看報紙，你就退休呀？冇啦，我咧同阿伊咧親戚，等數前頭路啦。哎呦，我聽講，今日前頭路哦，是按改呢。嘿，今起點炒哦。哎，係冇要求按到啊？你人當到嗰啲4件點誒要欠人呢？哎，4件點誒吼，哎呦，4件點誒，哎呀，有。冇阿蘭，
平常一个人又要煮菜，又要装点，又要爱孙，佢开吼。平常时唔会啦，唔过多干嘅啦。跟民宿会有团体来，系啦，有天船，还又要煮煮，沙丁又要煮鸭，上山无闲起来，也会做大唔出咯。哦，嘿哦。我看出上啊，咱给当做运通啦，按上就唔会开嘅啦。系啊，我想一下，我抢一个人啊，天数阿姨。哎呦，你啊洗件点，咩无当嘅按无限啊，赚冇几多钱，唔盼得抢人啦。无一下以后，那一个前妻啦，唔系有时摆洗条背做，伊个习惯都搁要听落来啊。啊无闲好无？唔12点钟诶，请下来出。按用咁好，好啦。唔按照顾人嘅亲戚，几多岁啊？伊阿汉30人，伊个挨妈妈、爸爸、阿姨个孙女。爷妈妈、爸爸、阿姨嘅孙呢？堂都懂演呢，唔错噶，竟然30人些，动动都个大表事业嘅时间，用很多我哋洗件点嘅咯。啊，人个摸相片啊，伊人表下出来有安排啊，以后重新做人诶，莫讲穷苦人家洗人行无路诶，咱要做车咧，伊根本人扣下出来，根本人表下出来哦，你来看下，本身改好啊，也因本身改好真诶，听安用讲，佢抢人人偷过东西，冇做乜嘅坏事啦吼。啊兰，唔爱心唔过意吼，我心嚟讲啊，拜托噶啦，拜托。好啦，佢出本记录我哋做啦，係做得天數就好生人吼，重新再個起來，美好時間啦。啊蘭姐，謝謝啊，謝謝。不過唔好對人講哦。好，唔好啦，唔好講，唔好講。失望。祝你無限啊！好，失望，謝謝，謝謝。啊蘭姐，謝謝。俺些少，唐某，喂，爸，有啊。哪一天哦冲突了啦？又很乱开电脑下载东西还？我哪会下载东西？我是看到泰港就没有了，没有耶，我就省下一个新的信箱来。我省下 email 做埋啦，听说电脑差中途啊。中途？哟，看新的也要中途啊？我讲唔得拖进来啊。哎呦，唔掂乜唔記來，我看到錯嚟啦。我一提，佢早晨打開來看到佢，一份嘛個書會寄來嘅啊，我就打開來看，佢講嘛個英語做3點鐘，啊，伊上日輕輕書只有3萬嘅，我唔講二萬塊啦，唔做啊。哎，媽咪個朋友都書會啊，都必成說啊，沒事咩？哦，你有本書會嘅 email 冇？冇。唔要書會嘅 email 冇？叫做錯嚟啊！最近看到錢，萬家都唔記得呢。按到書會一到人啲冇。好啦，冇營養嘅啦，營養都停下，別滾，我唔錯啦，好冇？唔聽講你哦，老天哪一場館啊？哦，咁乜解？場館都唔啲啊！有梯子，唔講唔會場館，你就會啲啊？哦。樂樂啊，呢天哦，個嘛個較健康啊，咁冇中途啊，不是嘛個？維他命 ABCD 啊？真嘅啊？梗係啊！妹，你知道以前我喺那邊看過，但是你南部，我應該我相信。這兩個雙人。嘛該啦！見鬼當初老人中飯嘅對阿蘭已經俾來嘅啊，記住這年啊！來，作車，來作車。
来两台过去，万有人错两三三三三，来去天马。看都是你无的风景，意外无笑一道，对面嘅三分意，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三分意，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对面嘅三分意，从未讲。